线上的好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阿益539。咱这期要分享的是115年1月29星期四，精彩有产招的资料。这期同款要来提供两期高期的招数，甲一碰高碰的板路要来互咱线上的好朋友来伫咧这期1月29来附排参考。首先要来分享这题是5期帮的，伊是用两招要来带共一粒球啊。伊伫前3转拢来开高碰，来到第4转上港水要来带共一粒球啊。伊两招拢同款准3进4。第一招是来利用上16期行楼推杆啊，为第1期来发动固定来减8。另外一招同款是用上16期前第2期固定要来加5。上16期就是1月70。1月70伊为第1期发动行道推杆啊，5期1摆要来带一支高期的固定减8要来带一支高期的。伊伫第1转1月70第1期11，这个11减8伫咧下一期来带03，11减8来开这粒03。过来下5期楼推杆啊，轮到第2期19，伊第2期19同款过来减8，19减811，伫下一期来开出。过来下5期就是1月22，楼推杆啊，轮到第3期，伊第3期11，这个11同款过来减8，11减803，伫1月23来开出。过来下5期就是1月28，伊楼推杆啊，轮到第4期，第4期24，这个24同款来减8，24减816，这个16伫咧下一期1月29来开出。这是第1招来行楼推杆啊，为第1期发动固定来减8。伫这期这个24要来带这个16的高期的。过来另外是第2期，第2期伊固定来加5。第2期25，这个25加530，这个30伫咧下一期1月12来开出。伊则含这个03来形成0330高碰。过来下5期轮到1月16同款第2期，这个19，这个19同款来加5，19加524，伫咧下一期来开出。伊则参这个11来形成1124高碰。过来下5期就是1月22，咱同款过来用第2期，伊第2期06，这个06同款过来加5，06加5伫咧下一期来开这个11，伊则含03来形成0311的高碰。过来下5期就是顶一期第2期11，这个11同款过来加5，11加5 16，伊上港水来到这合齐，要来带这个16的高期的。这是5期帮这期上港水伫咧前3转拢来带高碰，来到这转上港水要来带这个16的高期的，来提供互咱线上好朋友伫咧这期
来附带参考。过来另外要过来介绍即块咧是八旗帮诶。即只八旗帮诶咧，准二进三，伊是来利用上24期前咧第一支固定来减27，就是合数27，要过来减50，要过来减50，要来带5期诶。上24期诶，就是1月初1，1月初1咧，第一期咧，即个鹦鹉，即个鹦鹉咧来减27，就是合27。伫咧下7期，1月初9，来开即个1、2。过来第二转咧，1月初10，第一期即个1，共款过来减27，1减27咧16，伊伫咧下7期1月19，来开即个16。过来接的下一期咧，1月20，第一期即个16嘅，伊共款来合27，合27咧，伫咧下7期，就是顶一期咧1月28，伊来固定来定点定位来开即个1月。伊开完咧，咱阁转来板头，伊1月初1咧，即个鹦鹉来合27，开即个1、2，即个1、2咧有开，然后咧，过来减50，即个1、2咧来减50，就是合50，伫咧下一期咧来开38。第二转咧，1月初10，第一期即个1月，伊来合27咧，来开即个16，即个16开完咧，伊过来合50，伊合50咧，过来开即个34。过来伊一转咧，伊1月20，第一期即个16咧，伊来合27，合27咧，即个1月有开，有开咧，伊下一期共款爱过来合50，1月合50咧39，即个39咧爱伫咧下一期，就是咱即期咧1月29，爱来开出，即招咧是八旗帮咧，来利用上24期前的第一期咧固定减27，伫咧下7期咧来开5期，然後咧搁再減50，伫下一期咧要來帶即期獨期嘅，即期咧是即個39，來提供互咱線上好朋友咧，伫咧即期咧來好來參考。過來另外要過來介紹一塊高碰嘅，即塊高碰嘅咧一期幫咧，伊是來利用上6期咧第5期，上6期第5期咧。一邊咧是來減49、48、47、46，差數1；另外一邊咧是來減60、63、66、69，差數3。伫咧下3期固定，攏要來帶一碰高碰嘅。伊上6期咧，就是1月22，1月22第5期咧34，即個34咧，伊一邊。減49、48、47、46，伊34來減49咧是鹦鹉，另外一邊咧是來減60、63、66、69，伊伫第一轉來減60咧是26，伊鹦鹉26咧來伫咧1月26，來開出。過來下一期嘅第5期嘅31，即個31咧，伊伫第二轉咧，倒手邊咧減48，31來減48咧17，另外正手邊這邊咧，我愛減63，31來減63咧32，17、32咧，來伫咧1月27，來開出。過來第三轉咧是1月24，第5期即個37，即個37咧，伊伫第三排咧倒手邊，我愛減47，37來減47咧1空，
另外正手边咧，伊伫第三转换爱减66， 37来减66咧29，哦1029伫咧顶期1月28号来开出。过来是第四转，就是1月26第5期即个3控。哦，即个3控咧，伊倒手边咧，伫咧第四转换爱减46， 3控来减46咧16。另外正手边咧换爱减69， 3控来减69咧39。哦，1639咧爱伫咧即期1月29咧来开出。哦，即招咧是一期帮诶。哦，伊来利用上6期咧、第5期咧来减即个连环差数，一边差数1，一边差数3。即期咧要来带即碰1639诶高碰。哦，伊伫第一拍咧15甲26两支差数11，来到第二拍咧1732两支来差15，来到第三转1029差19，就是正数正4，19个正4咧23。哦，即期咧16甲39咧一碰要来差23数。哦，以上咧，即就是咱即期要来提供互大家好白参考诶。哦，伫遮咧来感谢大家咧，帮下伊个按赞鼓励。哦，咱会记哩，若是还未订阅，会记咧订阅，开启小叮当。哦，安尼阿英啊，若是有新影片来发布咧，恁就会当伫咧第一时间来收到通知。哦，以上感谢大家耐心听完阿英个分析甲介绍。哦，咱预祝咧，即期咧会当搁再继续调整。哦，感谢大家收看，感恩，多谢。